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一起同心在礼拜六的晚上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个时候邀请各位，我们一起安静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经历许多神你丰盛的赏赐，特别在今天，我们也在国家在选举当中，我们能够经历一场美好的选举的工作。因为是透过每一位台湾人，我们一起关心国家的发展，我们一起关心国家的需要，能够透过选举，能够带出一些有能力、有意向、有想法的领导者来带领台湾。求神赐福在每一位当选的候选人，也让我们每一个国家的国民，让我们一起学习用祝福的心，无论是谁是否有当选，我们的心中都带着祝福的心，彼此祝福，也恳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学习在神的恩典当中，学习得着那丰盛的恩典祝福。我们了解神，你是爱我们的心，你要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回安息，是在神你的平安的恩典里面，住在主的恩典当中。愿主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向主你献上恳求、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我们再次对主说，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当我们住在神你的国度里面，在你的教会里面，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的生命是不会枯竭，因为我们的生命有主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日日夜夜学习居住在神你的恩典当中，寻求主你的面，让我们进到神你的面前，我们的心得着喜乐，得着盼望。我们向主你求，
求主你将那平安赐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聚集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奉献祷告。基督徒用奉献，让我们用行动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也盼望透过我们的奉献，神也要加添赐福在我们的产业工作上，祝福我们，不管是任何工作里面，我们都能够得着更丰盛的祝福。谢谢。感谢天父上帝，你赏赐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这边聚集来敬拜你。我们今天也要为了台湾的大选来祷告。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候选人，求你都加添他们智慧，让他们在治理台湾这块土地的时候，有你的能力，有你的同在，与他们一起，能够为了台湾的人民，能够付出自己的心力。我们也将我们一点点的金钱奉献在你面前。我们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让这些金钱能够使用在属于你的圣工上面。我们将以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奉献感恩的祭。在这感恩节的季节我们一起用感谢的心来向主求。在美国有一位作家沃德，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感恩能把来，子轩你没有来。”他说：“感恩能把寻常日子变为感恩节，把例行公事变为喜乐，把普通的机会变为祝福。”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说要感谢真的不容易除非是一个好像发生一件让我们值得感动的事情，我们才会感谢。可是这位美国作家他说，感恩是必须要在寻常的生活当中你就要把它当作就像在过感恩节一样，而把例行的公事变为一种喜乐，让你的生命才会有更多的动力向前迈进。甚至在普通的机会，你可能认为这个普普通通的每天都会有的机会你可能也不会觉得有怎么样的感动。但是当你用一种感谢的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你每一天都会带来很好的祝福。所以当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眼前有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或者遇到什么样子的环境我们不顺遂，但是只要你有一颗感恩的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庆祝感恩节，庆祝那种节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别人在庆祝的时候，即使你非常的难过不顺遂，可是你也会心里面会充满喜乐。在诗篇，在感恩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概念，叫做它是一种选择啦，选择去尊荣上帝，那改变我们的行为，让自己进入上帝的同在。这也是基督徒用感恩的心在过每一天的生活。所以诗篇在100篇第4节曾经说过，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称颂他的名。所以我们进到上帝的教会里面，我们应当要怎么样？要有的心要有的心跟生命的态度是什么？你必须要有感谢的心进入，而且你要赞美的心进入。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来到教会他会开始 murmur抱怨很多他的生活啦，抱怨他的家庭啦。其实我们来到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我们是来赞美上帝，来敬拜神的。教会是敬拜赞美神的地方，当然教会也是可以能够倾吐你心意的一个地方。但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教会，能够跟弟兄姐妹分享你心中的难处的时候，你还是要跟神说：神啊，我要尊荣你，求你帮助我，让我生命的经历，即便让我觉得很难说出赞美的话，但是我要赞美神，因为你必定在我所面对生活的困难当中为我能够带一个排比一切了。所以其实无论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了什么样不顺遂、困难、挑战，只要我们心存感恩的心，感谢上帝，我觉得神都会纪念。有一个故事这样说，某一个演员他年轻的时候他拍很多电影，可是呢
都没有得到大多数的人的瞩目。等到他进入60岁的时候呢，有一部作品突然间哇风光，很多人都很喜欢，然后大家都觉得流连忘返。后来有一个记者就来问这个女演员，他说：“你的表现那么的精彩你有没有想过，假如这个你现在这样的成绩回到你在年轻的时候会不会比较好？”你知道这个女演员她笑一笑她说：“其实我并不会觉得很可惜或遗憾。她说其实如果在早几年前的话，我的人生的历练并没有办法让我单演这个角色能够表现得更好，反而是因为他的生命的历练，他付出时间的代价，不断的磨练他自己，而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可以呈现得更好。”所以每位弟兄姐妹牧师也要问大家，其实在你生活当中，你也会觉得我的生活、我的生命、我的家庭、我的人生经历有许多有很多风风雨雨，或者是很多成功或失败，其实上帝都要透过这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有一些色彩。那这个故事是在牧师看这个蒲公英月刊里面看到的。牧师也鼓励大家在教会里面有一些非常好的图书书籍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可以免费拿回去看。所以上帝给我们的人生的锻炼跟历练是必须要人付出时间的代价。譬如说我们现在在服事，你会觉得有些时候会很累啊，很忙啊，为什么都是我们在做啊？为什么都是那些人在做啊？可是你只要发现说，哇，原来我好好数算这些日子的时候，我发现上帝赐给我很多智慧呢。好，所以我们就会了解诗篇90篇第12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啦。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不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因为他每一天过着浑浑噩噩，他认为怎么样啊？我有的吃，有的穿就好了。基督徒也是这么认为我3餐温饱就感谢神了，就这样。但是他不了解，当他面对生活当中的许多的困难的当中的时候，他如何感谢上帝？这是有的。所以基督徒一生的功课，必须要有智慧的心去数算自己的年日。那最终的目的要做什么？上帝为什么要我们人会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要干嘛？要看一下答案是什么？要得着生命的救恩啊！你如果不会数算自己的日子你会发现你一天过着一天，一年过了一年，你在教会的生活还是如此，并没有什么改变，懂我意思吗？所以基督徒，如果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从小到大进入教会，你的生命并没有了解你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祝福、智慧，甚至你是得着救恩的盼望的时候，那一种生命是很恐怖的。因为为什么？牧师看到这样的生命，通常在什么时候他会觉得很遗憾、很恐怖？你们知道吗？生病的时候，还有什么？即将要往生的时候，他会突然说：“牧师为我祷告。”通常那个时候，牧师只会说：“主啊，求你怜悯他。”好，怜悯为什么要怜悯？怜悯我们人得罪神的地方，忘记自己的生命要好好的数算自己的日子，甚至要得着生命的救恩。因为一个人有生命救恩的人，即便他要死的时候，他的心是喜乐的呢，他的心是开心的。我终于要见上帝了，而且他不会怕死哦。所以基督徒进到死亡当中会出现2种状况，一种叫做怕死，一种叫做不怕死。怕死的是他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去哪里，因为他过去他所做的，他可能觉得他并没有用心在他的生命数算恩典上面。所以基督徒必须要有智慧数算自己的年日，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要得着生命的救恩的盼望。所以得着生命的救恩，来，我们再继续想得着生命的救恩必须要怎么做？他必须要活出能够常常奉献感恩的祭他会懂得奉献，他会懂得感恩。所以
这个疫情我不晓得这个疫情经历下来让你学到的是更多的愿意奉献感谢上帝，还是让你怎么样？我终于赚到了，因为这个疫情期间我都不用去教会，我也不用去奉献。有连我都想得到我都会想得到，叫弟兄姐妹不用来教会他怎么奉献？这个礼拜没奉献，下个礼拜我有去的时候我再奉献。到底奉献他是奉献一次的，还是奉献他上个礼拜没来的？其实这个时候是看想得到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得着生命救恩的人他必须要能够活出常常奉献感恩的祭。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节。圣经节在创世纪50章里面第14节里面就有提到，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上帝，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但上帝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你口认说恶言，好来，你口认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残毁你亲母的儿子。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你们忘记上帝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所以这里讲到最后说什么？我必使你得着我的救恩，他必须要怎么样？他就是要按照正路去走嘛，对不对？而且要怎么样？他必须要用奉献感谢的祭来荣耀上帝所以两个前提，这两个前提，请问是不是所有人愿意这样做？并不是。所以基督徒最终的目的要得着生命的救恩，我们从今天的圣经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说什么？一开始说什么？14节说要以感谢的心呢？你要奉献感谢的祭，要不要感谢的心？要不要？要嘛而且要喜爱管教，有没有？如果你不喜爱管教，那你可能也得不到这个救恩还有什么？喜爱神的话语，而且不偷窃。什么叫不偷窃？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想要偷？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小偷、强盗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偷？因为他没有。其实重点是因为他贪心对吗？不想要脚踏实地的去工作嘛，所以他贪心，他觉得说我不用做，我去抢就可以得到了，贪心所以呢，偷窃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不贪。一个献祭的人，他必须要不贪感情要怎么样？要不要忠心？犯奸淫的人，他就感情不忠心嘛，对不对？口出怎么样？我们要口出善意不要口出恶言。而且不说闲话，有没有？和睦的家庭关系有没有？也要嘛，对不对？而且还有没有？要确实与上帝的关系是良好的，不是自认为的。我们看这个第几节？第21节说什么？你行了这些事，你以为台语讲啥？你做这的代志，我点点没出声，你以为好像没事啊？你懂吗？有些基督徒他认为说，我做了这些事，上帝也没有惩罚我他以为上帝点点没出声啦。你安怎？你煞想讲我跟你同款，台语安尼这样有没有懂了？你想说我跟你一样，上帝跟我一样，跟我想的一样，并没有错。其实我们错了。所以一个不会感恩的人，你从他的口中你会看得出来。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如果我们这样做，上帝会责备我们。其实我们回想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事当中，其实我们想这些事情，我们会有2种想法。来，我们好好来想看看第一个，我的人生都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什么值得感谢上帝的。来，
你觉得我们应该要怎么感谢上帝？献上感谢，而且对那至高者来还愿。好，我们刚刚有看到圣经节有没有？第14节说什么？要向那至高者还你的愿啊！我们都向上帝求，可是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在还愿？我们好像不谈这个，对不对？因为上帝是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新约是这样教的。可是旧约里面，其实他告诉我们，告诉每一个以色列百姓的人，要告诉他们，其实我们的生命是需要有行动的，要回应神的。好，所以呢，我们了解，如果我什么都没有成就，我也没有什么成就，我也没有什么财富的话，那我该怎么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好，我们来看15节说什么，并要在患难之中怎么样求告我？你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在患难当中求告神啊？会不会？可以啊。可是有些人他在患难当中，他不求告神，他也不感谢神的，有没有？好，因为他不想要求告神，他也不觉得那是他的生命经历，所以到头来，你觉得他会用他的生命来感谢上帝吗？不会。所以上帝要我们感谢他，不是要你有多少钱，也不是要你一定要做什么事情，而是上帝要让你在生命的经历当中、历练当中有没有感谢的行动。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一定要有感谢神的行动。你一定要感谢神的行动。这个感谢神的行动，我相信大家都懂。第一个可能会发生在我们心中的，我们会认为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我们要怎么感谢神？好，第二个，当我们发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还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人生所有的成就都是靠我自己努力来的，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呀？有没有？为什么基督徒说要感谢上帝，对不对？好，就是在谈这个哦。有些人就是这么想的哦，我是靠我自己努力来，那为什么我要还愿？为什么我要感谢上帝啊？好，跟你旁边的人说，因为你的生命是上帝给的。因为你的生命是上帝给的。所以我说什么？你怎么看待你的生命？这个疫情，如果你有办法说一个疫苗绝对能够保证你安心无事吗？不见得呢。每一个疫苗都有它的漏洞呢。所以呢，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什么？22节说什么？你们忘记上帝的，要怎么样？要思想这事啦，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就是这个意思啦。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很重要啊，不要认为说你靠你自己就可以啊。所以呢，当我们回想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记得世界上最宝贵的事情是什么？跟你旁边的人说，学习给予奉献。学习给予奉献。所以当我们要奉献感谢的感恩的祭，我们真的要学习给予，学习奉献。基督徒如果当你学到这个精神，怎么学习更多的奉献？这个更多的奉献是心意啊，重点是心意，而且是行动。曾经有一个故事有一个聪明的人非常聪明的人，他在山上旅行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溪里面有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宝石，他捡到了，他非常高兴，然后把它放在袋子里面。隔天，这个聪明人呢，他遇到一个一样在旅行的人，他们两个人就一起旅行，然后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一路上就在分享说世界上最宝贵的是什么？他们就肩并肩就这样聊了起来。这个新朋友就跟他说：“我肚子好饿哦，我带的东西都吃完了。”然后呢，这个聪明人呢就很慷慨的把他的食物拿出来给他这个新朋友一起分享。这个新朋友他就说了：“你刚刚问的问题食物是最宝贵的东西，因为我现在好饿好饿。”这个聪明人他就说其实我觉得友谊才是最宝贵的东西。这个新朋友呢，当他看到这个聪明人从他的包包在拿东西的时候，看到一个非常美的宝石，他看到了以后呢，就非常说：“你借我看一下你这个宝石这个新朋友他就说了，他就跟他讲说：“我觉得宝石才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啦。”然后这个聪明人他并不以为然，但是呢，得知到这个宝石是捡来的，他并没有花上很多的代价。这个新朋友呢，就跟这个聪明人就跟他讲说：“既然你这个宝石
是无意间捡到的哈，你也不觉得宝贵，那不然你送给我好了。然后这个聪明人他毫不犹豫的说：“哦，好啊，那就给你吧，送给你吧。”这个新朋友他就很高兴，就为了自己能够有这个好运哦，得到这个宝石，非常高兴。然后呢，而且非常价值不菲，他就珍藏它。几天后呢，这个新朋友又跑来跟这个聪明人哦，他就垂头丧气的将这个宝石哦还给了这个聪明人。这个聪明人就问他说：“怎么了？你不是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吗？”这个新朋友就说：“哈，他是跟他讲说，这个宝石哦，这真的很宝贵啦。但是我拿回去我就在烦恼，到底这个宝石我应该要放在哪里才不会被偷啊？好，拿去卖呢，人家又会问你怎么得来的？好，然后只要一想到我怎么得到它的又觉得自己好羞愧，自己好像是跟人家要的好，自己好贪心跟人家要了，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讲，那种感觉我觉得很不舒服。这个新朋友他就跟这个聪明人说，他说后来我就想说把它转送给别人但实际上我也做不到，因为我才发现世界上有比这颗宝石更宝贵的东西。你知道他说什么吗？这个新朋友就跟这个聪明人说，就是你这个朋友那一颗愿意给人奉献的心，我觉得是最宝贵的东西。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感恩的节期你要去思考，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东西，而且是你愿意好好去跟人家分享的。是钱吗？其实应该不是。是生命吗？或许是。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信仰，我们要了解我们在奉献什么。我们奉献的，其实基督徒在奉献就是感谢上帝的心。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使徒行传》20章35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保罗所说的。但是保罗他提醒每一个基督徒，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耶稣所说的话，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曾经这样说过，说什么？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不要更多的学习怎么样？助人为快乐之本，这个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但是基督徒在说的不是单纯的助人而已，他讲到的是一个慷慨而且愿意给予的心。所以当我们愿意给人的时候，常常又会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带来更丰盛的祝福。但是一个一毛不拔的人，其实他反而会更穷困。好，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今天学到创世纪，献祭的人，我们在学习献祭的人，必须要常常用感恩的心，而且要怎么样？喜爱管教，让神的话语来管教我们的生命，而且你要喜爱上帝的话语。甚至我们今天的圣经节也告诉我们，不要贪呐。好，你只要不贪，你就会觉得，你就愿意把你愿意给上帝的给上帝，这是真的哦。好，以前牧师曾经在我去募款做见证，都是在讲这个。好，我的那个我叔妈要牧师那我在大专中心的时候，希望牧师把一笔钱奉献给教会需要的教会。可是我就觉得说没关系啦，那个教会看起来很有钱，有医生有什么，我就一直把它留着。可是当我发现我出了一场车祸之后，人家一个电话来，结果诈骗集团的电话，说我在网络上购物，我真的有在网络上购物，结果就为了300块，慢慢的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怎么样，都送给了诈骗集团。所以我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人只要贪，连你原先要给神的，神都会拿走。所以如果你愿意把你真正应该要给神的，不要贪心多留一些在你身边，该给神的就是给神。好，所以不说闲话，和睦的家庭的关系，自认为跟上帝关系良好的，这个都要学习。好，不要学习自认为良好
是要真实的跟上帝好的关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到上帝的面前献祭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学习用真诚的心来赞美、感谢上帝。我们不要心存刚硬的心来回应神，因为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用感谢的心，要按照正确的道路。好，上帝必使我们得着那个救恩的道路。好，那最后牧师想要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好，那这个影片呢，其实是牧师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也带领人如何走在生命应当要走的道路。其实传福音就是帮助人走在神所要他走的正确的道路，而我们的生命不仅得到救恩，连对方也要得到祝福。哈，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这个72岁的这个爷爷他原先是一个乩童，他有一个儿子他非常孝顺，但是最后检查肝癌末期。后来他是在教会弟兄姐妹的关心当中，后来决志受洗，是在临终的时候，临终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但是当他临终的时候，他是有跟他的家人告知，从此以后他的家中每一个人就决定，为救世，共收惊，来共处理代后，为着我囝，开始我全来接信主，我囝来往生，破病来往生，我接信主，信主当中，我是要感觉讲迷迷糊糊，了后有去就得伊，过去有去甲入去有甲参拜，阮囝往生了全来甲我讲，显灵来甲我讲叫我毋通过去行搭过去拜个你著爱到5开始信主我全听阮囝的，我全用我的心开始信上帝耶稣来参拜上帝耶稣耶稣有时显灵会甲我讲你信我无互你白了你的心我会甲你安乐安尼，我了讲好，希望主上帝我会照你所讲安尼，我会甲你信主，信你主来甲我帮忙我这家为我，我嘛会为你，我嘛甲主讲安尼，讲我嘛有法度，当中要共救人，要创啥，拢无所谓，安尼，我的心就是安尼。以上。感谢主，安尼然后你来替我照顾我的鱼类，我非常的感谢主会当互我，安尼我的鱼类来信主，互我点进入这搭鱼类，早晨替我信主，不过要走一口气，就是来讲伊的信主，互我安尼，伊知影伊在世看我，来到这搭工作痛苦。是我的鱼类，伊一个真乖的囝，阮知影讲我的囝，安尼短2个月，就我交代伊把我的囝保护好，我只有感谢主来替我照顾我的鱼类，我非常的感谢主。第一个我要说到，他们的心都非常的淳朴，他们的心就像小孩那样很单纯。他们认为神的话是这样子的宝贵，所以乃至于我觉得，他们原本我们都觉得非常不可能的那个宫庙，能够拆得一干二净，而且他们其实有很多，在那个宫庙里面有很多东西，但是他们都愿意全然的、完全的，就是破除，然后舍去所有的一切，他们跟随主，他们就跟随到底，这是我非常感动的。在宇瑞的安奉的里面，他这次是采用树葬，树葬也是就是宇瑞他先前
跟父亲说的，他希望用最简单的，而且是基督教的仪式，不要掺杂任何的不讨神喜悦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乃至于我在他树葬的地方，能够为这一家人一家7口，爸爸妈妈2个妹妹3个小孩，加起来有7个人，在以瑞他树葬的那个时候能够施洗，我觉得这是上帝的旨意，也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身为神的仆人，我觉得就是神说了算，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不怀疑的，不疑犹他的，就为他们施洗。他们在施洗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蒙福，很高兴能够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为主赢得灵魂。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就像我们看到这部影片里面的以瑞的家庭一样，他们的蒙福是因为以瑞在他生前，他认识的主耶稣，在他死后，虽然短短的2个月，可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会付上很多时间来关心。那牧师也期待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成为这样的教会，能够在我们四周围有许多还未认识主的这一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更多敞开的心，然后用神所教导我们，用神的话语来陪伴、来带领。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一起来领受神你的话语。当我们用祷告来到主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靠主圣灵的赏赐的智慧，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感恩、容易感恩的人，喜欢感恩，也能够在明白神你的话语里面学习去爱惜、疼爱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常常在感谢祷告里面，我们时常在感恩的生命当中去经历我们生命的功课。我们恳求你也能够在这个时候帮助我们，开阔我们的眼睛，开阔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承接更多从主你而来更丰盛的恩典。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行动，谦卑的来领受主你的话语的教导，顺服的来领受，忠心在主你所托付我们传福音的事工上面，用我们的口来教导，来传递在我们身边当中的朋友跟家人，让你的福音能够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朋友带来生命的祝福。我们相信，当我们与主建立那美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就用真实感谢的心来献祭的儿女一样。你也要在我们生命的道路上带领我们走在正直的道路上，尊主为大的道路上，是蒙恩的道路。愿神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位同工、每一位朋友，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带领我们在每周6的晚上6点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愿主赐福大家平安。